三地加六地，文录音苏彦德。台湾地名真趣味，三地六地真怪奇。你若问我要倒去，故事坐甲讲袂离。10月7拜六，今仔日要去九地厝，毋是啦，我是咧讲耍笑，是要去高雄的三地厝，甲屏东的六地厝。要坐10点32分落南的火车，提早半点钟到落地火车头。换若等车，换若写作。落地车头的大兄旅客满世界，见证落地嘛是闹热的小城。今仔日是落地甘仔日节，车头前有接送的公车，加添落地闹热的气氛。随往12月天，凉风微微啊吹，伫月台有淡薄仔冷，毋过伫日头骹还是炎热。爬上车人下客，找无芳通徛。伫记忆呢，这是无高速公路的年代才会发生的代志。毋知今仔日是啥日子？高雄三民区自古早到三地厝这个地名，等是王朝有移民王蔡等三族对军队来台湾。姓王的伫东段的桥头。姓蔡伫南段的海墘，姓郑伫西北段的后角，开垦种植，所办号做三地厝。台湾互国民党抢夺，取建设三民主义模范区的名，区公所设伫三地厝，就安尼号做三民区。车若坐必若动，区间车逐站停。公山、桥仔头、南仔坑、新左营、左营来回美术馆、高山、三地厝到啦，紧落车，行出站，夹笔夹起来，写手诗送互三地厝。三地厝火车头，徛伫新站边仔的三地厝旧车头。早前火车过站无留，互人心酸目屎吞落喉。即马全新的车头，边仔有悬悬的大楼，附近的彩色厝是你的厝边头。日本式建筑爬远的旧车头，铁骑路要陪伊展现新面貌。2024年12月7日，三地厝火车头写诗写煞无食豆，坐12点17分落南的火车继续行。高雄民族科工馆正义凤山后庄九曲堂，火车驶过高滨溪六地厝到啊。这是今仔日的第2站，六地厝伫屏东大墩溪的溪口。听讲早期敢若有6户人家厝，就安尼叫做六地厝。1977年，空军伫六地厝旧住所起灌宿宿舍，正做贯穿，沿用旧名六地厝。伫遮落车，附近有一间无挂扛棒的面摊，生意好甲无臭无潲，爱踮外口排队等伊叫。我升起车头，顺顺看看咧，顺续写一首诗送互六地厝。六地厝火车头，无搭无煞的车头，无壁无门，人去厝空，无人通问，无水无便所，你的名叫爬远。孤单的老青仔树，心酸酸，可恶的乌尾在甲我烧酒问。车头附近有出名的牛肉汤，乌县的石敢东有刻名庄，伊的名叫做六地厝文化夜园。2024年12月17日。六地厝火车头写诗写煞，要去面摊排队准备治疗，无预误，等的时间比食的时间加2倍较加。面食煞，坐13点49分上北的火车回程。